歡迎嚟到2025香港巴士界大使頒獎典禮。我係 PH1344 Studio。2025年可以話係本人最豐收嘅一年，由開始拍攝巴士到成立本頻道，取得了唔少嘅突破。經過眾多巴士迷嘅投票後，本人現在公布2025年香港巴士界大使最後5強。中九龍幹線喺2025年12月21日通車，繞道有助舒緩西九龍至九龍灣一帶嘅塞車情況。而城巴喺繞道通車首日更推出 H795 路線，由旺角奶路臣街出發，途經中九龍幹線、將軍澳跨灣大橋、將軍澳工業村，最後返回奶路臣街。雖然車費較高昂，但仍吸引大量巴士迷及將軍澳區議員乘搭。城巴歐4鐵甲編號8126復出首日行走789號線，因此吸引了眾多巴士迷前來乘搭及拍攝。呢部鐵甲自2022年起一直封車，至今年12月5日復出，車牌號碼更改為 WT5064。九巴分別於今年5月4日及7月6日舉辦了九巴彩虹回憶活動展出了多部復古巴士，包括 ATC 古董巴士同山門巨龍，仲有懷舊茶水間、懷舊巴士站牌同古董巴士座椅。只要在活動當天分享活動相片上 Facebook 或 IG， 更有紀念品派發，因此吸引了眾多巴士迷排隊換領紀念品。九巴富豪復古巴士編號 V6B 行走203E 線，吸引咗大量巴士迷前來拍攝，卻引起咗一場混亂。當巴士準備駛入彩虹總站時，有巴士迷衝出馬路拍攝，卻阻礙了其他巴士迷拍攝。他們隨即大嗌躝開及吹起哨子。46年歷史嘅 80M 路線取消。呢條路線曾經係來往沙田同九龍塘地鐵站嘅重要橋樑，後嚟因屯馬線通車而客量大幅下降，最後敵不過時代巨輪而取消。喺 80M Last Day 當天，有近1000名巴士迷前往瑞和苑巴士總站作最後道別，九巴亦有派出加班車接載所有乘客。當巴士前往瑞和苑途中，上層車頭位置有巴士迷大聲喧譁，縱使有九巴職員及其他巴士迷要求他們安靜，他們仍屢勸不止。當巴士到達總站後，大批巴士迷揮手道別，亦代表 80M 已完成歷史任務。九巴富豪 B9TL 配 Enfa 500車身巴士編號 AVBE 全數退役，亦標誌住最後一批喺香港裝嵌及歐山巴士已退出載客行列。AVBE 亦曾行走多條將軍澳區路線，例如 93A、95M、98D 同 296M， 但自從運輸署規定 AVBE 只能行走觀塘區路線後， AVBE 好少可以喺將軍澳區見到。2025年9月13日，最後一架 AVBE車牌 NE1342 行走89號線，吸引大批巴士迷乘搭。佢哋喺觀塘翠屏北村總站等候乘搭最後一班 AVBE。當巴士到達瀝源巴士總站後， AVBE 正式完成其17年嘅歷史任務。最後多謝大家收睇2025香港巴士界大使頒獎典禮，我哋2026年再見。